主后2024年6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忠心服侍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9到20节。我是保罗，照咱的救主上帝，甲做咱仰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，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写批予提摩太，信仰上我真的囝，愿被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、怜悯甲平安。我要去马其顿的时，有劝你着留伫以弗所，通命令一寡人毋通传别款教义，嘛毋通浪费精神伫无影者的传说甲乐乐堂的族谱，因为遮个只会引起辩论，袂帮助人用信了解上帝的计划。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，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、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信产生的。有人对这个偏离失迷伫空虚的谈论，因连家己所讲、所主张的都无理解，阁想要做律法教师。咱知，人若合法使用律法是好。咱嘛知，律法的制定毋是为着正直的人，是为着不法甲无顺服、无敬虔甲犯罪、无圣洁甲贪婪世俗、杀死老爸甲杀死老母、杀死人、淫乱、好男色、拐诱人、讲白贼、做伪证，也是违反健全的教义这类的人。这个健全的教义符合应该得到称赞的上帝所交托我迄个阳光的福音。我感谢予我开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找用。虽然以前我放毒、迫害，搁甲伊侮辱，还阁得到怜悯，是因为我还未信、毋捌的时，才安尼做。咱的主使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予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信甲听。基督耶稣临到世间，是要拯救罪人。这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罪人中，我是第一派。毋过，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，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。愿尊贵、荣光归伫万世的君王，永远存在、看袂到、独一无二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的囝提摩太啊，照以前关系你所讲的预言，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，予你通用这个预言去征战应该赢的战争。你着持守信心甲清白的良心。有一寡人放杀良心，抵到信心，亲像船靠浅。其中有普米乃甲亚历山大，我已经将因交予撒旦，予因受教示，无过谤读上帝。忠心服侍主。保罗伫往大马士革的路中，经历主耶稣的光照了后，伫伊写予提摩太的批信中表达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特别赐予伊的恩典。保罗
特别感谢主耶稣赐予伊气力，搁看伊做通信任的，指派伊来侍奉主。对保罗来讲，伊从来无想到家己会互主耶稣选派担任荣耀的使徒职位，因为伊过去捌极力诽谤主耶稣，压迫侮辱伊。保罗看家己是上未配受竞选的人，总是因为上帝的疼甲怜悯，伊却蒙受丰盛的恩典。原本毋信无知和同罪的保罗，因为主耶稣给我的恩典，有信心和疼心。保罗也感谢主耶稣，掠伊做忠心、通信任的仆人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深深感谢主耶稣，因为主赐予伊气力。保罗真清楚，主耶稣的竞选是一份荣耀。若是伊受竞选，是为着服侍主。面对过去的毋信甲无知，保罗深知，若毋是上帝的怜悯，怎会当得到丰盛满溢的恩典呢？伊发现耶稣基督绝袂叫人去完成一项任务，却毋赐予教业的力量。保罗总是谦卑地讲。你看，基督耶稣甲我成就的事，无人本身有够完美、坚强，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做基督的仆人。总是人若肯甲家己全然交托耶稣基督，就当仰赖伊的大能，继续勇往向前。因为安尼，以前活伫罪中有诶不堪的保罗。后来悔改成做上主的使徒，搁不断勉励后辈提摩太，爱为主拍美好的征战。一往原本是婚姻失败的泰国族妇女，伫心灰意冷之际，捌想要放弃性命，经花莲港教会传道师李水车夫妇。传福音予伊，予伊的性命翻转，成做台湾第一位原住民基督徒。后来一晚受宣教师孙雅各牧师鼓励，前往台北淡水妇女圣经学院就读。2年后，转去部落向族人传福音，成做原住民第一位传道人。在当年，日本殖民政府严禁伫部落传福音，一晚不畏压迫，也勇敢坚信，若将福音带入真济部落，搁建立第一间原住民教会。伫伊的信心感召下面，族人也甘愿冒着受掠、受鞭拍的风险，逐日派顶仔上山，实际上却是去山洞参加礼拜、听福音。若是这山洞诚侪信徒翻转信仰的神圣空间。伫你的生涯中，是毋是捌有一位鼓励你投入信仰、追找入捌真理的前辈？伫你面对迷茫人生的逐种忧郁，也是面对逐种挫折，差不多要丧失依靠上帝信心的时，是毋是有人为你指引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？若有安尼一股支持的力量，相信会当帮助你持续坚定，缓步向前行。当咱回顾家己生命中的受助时刻，感恩安尼的协助的时，是毋是也会当对身躯边的信仰呼救声保持敏锐，乐意别人伸出援手呢？默想，我是伫什么情况下
反转家己的信仰生命。回顾这段经历，对我的信仰甲服侍带来甚物影响？我是伫甚物情况下反转家己的信仰生命？回顾这段经历，对我的信仰甲服侍带来甚物影响？咱做伙来祈祷，赐力量甲智慧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找出拿主生命亲近你和服侍你的原因，帮助我突破灵性生命的困境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